立法院伫今仔日启动第8届修宪，朝野立委敢若伫18岁公民权这案有共识利益。就学者认为讲，宪法是100年前所定的，目前已经无符合台湾的宪法。若准备做宪法改革，建议会当参考美国方式征收条文。二顶摆修宪已经过16天，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初六启动第8摆修宪，朝野立委计共提出25个修宪案，其中只有下修公民党票年岁下修到18岁这项有共识。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这项，国民党中央随望定调支持废院无废权。不日过前，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吴文琪认为这是假议题。你若是感觉讲考监两院真正不适合的话，其实你有很多的手段、手路会使去处理，虚极化是一个方法，夺回同意权。总统应该要面对所有民意的总统的咨文权。这种权责相符的状况下，咱台湾人可是真正国家的主人。不过，学者认为，现此时台湾的宪法改革，唔但爱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，也爱适当调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，在咧动物、环境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的基本权，也至少爱增加条文。台湾的文化认同、政治认同拢真明确，但是台湾的宪法认同有出真大的问题。你若看咱中华民国宪法，你完全唔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啥物物件。如果你若无法度，咱讲砍掉重练，无法度有一个全新的，是毋是会当，比如讲，这个参考美国的方式来一个amendment。台湾制宪基金会主张直接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。即阵当伫咧等选委会审查，希望降低立委通过和出席的比例，也搁有公民复决的条件。后礼拜中选会呢会做一个决定，决定讲即个题目呢，有符合公投法的规定，顺利的话，会进入到第2阶段的联署。安那立法院长游锡堃捌表示，修宪案通过以后的公民复决会用公投白大选的方式来进行，所以修宪的提案上班爱伫咧2022年3月份三读通过，才管会赴后年9合1选举。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。